大家好，麻多多槍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杜完牙根嘅牙一定要戴翻個牙套保護，呢個係好多人都唔知嘅關鍵步驟。好多人會問，咁明明已經清走晒啲繭染，補翻好個牙窿，佢點解仲要特登戴翻個牙套呢？其實道理就好簡單啦。第一，咁冇咗牙髓營養供應嘅牙，慢慢會脫水變脆，平時咬嘢嘅力度都遠遠超出佢承受嘅範圍，好容易爆裂甚至碎開。第二，杜牙根過程要磨走大量嘅蛀壞嘅牙體組織，咁剩翻嘅結構強度大減，直接受力隨時都會令隻牙折斷。而量身定做嘅牙套就好似個 Frida 咁樣，保護啲脆弱嘅牙體，即係可以恢復咬嘅功能，又能夠分散咀嚼嘅壓力，咁避免隻牙粉飾碎骨。臨床數據顯示，冇戴牙套嘅杜牙根5年嚟折斷率高達70%，但跟足成序戴牙套再將風險達到5%以下。咁如果隻牙真係爆裂，輕則就要剝牙，重則就要傷到牙槽骨，到時治療成本就會翻幾倍。所以話戴牙套唔係話可以慳就係慳，而係守住治療成果嘅必做動作。